好，觀眾朋友，趕緊來關心八位風台上升的動向。氣象署表示講，八位風台臨暝通過北部的海面，伊閣講整體的風勢會改透西風到西南風，新竹以南的山區就要注意大水禍。也海上陸上風台警報上緊會佇明仔透早來解除。一陣的強風也夠大雨，唔那點頭夠是白，和風台吹甲亂飛，甚至有機車被吹倒。陽明山文化大學附近的點頭大部分無營業，也是有人走去超商補貨。昨天晚上半夜比較強，現在還好。陽明山冷水溪遊客服務站也冷冷清清，風台發揮速度加緊，通過北部海面，在下晡各地出現9到10個強陣風，北海岸12個強陣風，恆春半島也注意。其中特別是在蘭嶼以及恆春半島有觀測到14級的強陣風。我們預期在今天的晚上這段時間，基隆北海岸以及馬祖地區依然要留意有12級左右的強陣風。假期以巴落雨真明顯，尤其是集中在北部地區甲中南部山區，到下晡5點10分，清德縣今仔日連續雨量達到668.5毫米，苗栗縣同款是642毫米。這群風台中線台北市風雨也未細。這一次台北市實拍商圈可以看到風強雨大，記者必須要用手壓住安全帽，安全帽才不會飛走。可以看到商圈附近的店家幾乎都沒有開，不過呢，也有店家正在觀察風雨，考慮晚上可能會開店。我嚇死了，看我這個。就真的有嚇到，還沒有決定。我們在決定到底要不要開，因為可能開了可能沒什麼客人。台北市樹林新德橋附近有路樹倒地的路，影響交通，公園處馬上派人協助排除。雖然戶外風強雨大，不過台北車頭內底算是人真多。寶可夢的10週年啊，今天是那個最熱門的超夢團體戰了，這邊算是室內比較安全啊，比較熟的聯絡幾個，這樣一起出來抓。寶可夢相關紀念活動，吸引不少人唔驚風雨到台北車頭，甲北部、中南部強風大水雨無同，北風車大當受風台外圍環流甲沉降效應影響，出現燒風現象。氣象署預估一暝了風向轉偏西風，新竹以南山區愛注意大水禍。風台12透早可能會登陸中國浙江，台灣本島有希望脫離暴風圈。12透早到早起有機會解除陸警甲海警。記者綜合報道。